彰化县的挂山杯全国手艺歌比赛，因为疫情停办2冬，今年搁再恢复举办。拢总有7个县市的选手斗阵来参加推广手艺。农政协会嘛希望会当推动交流，互社会无障碍。讲究的服装，搁有幼路的手艺歌表演，这是财团法人彰化县农政协会举办的全国手艺歌比赛。参加的民众为着这遍比赛，拢真拍拼练习。因讲虽然听无，但是会当透过手艺来唱歌。这2个礼拜内，他们很认真的一直练习，然后可能有错的啊什么的，那常常都练到晚上12点，然后可能还要视讯啊什么，开会讨论。那到现在，昨天晚上一样也是大家持续的一直练习，那终于卸下，那不管好不好，有没有得奖，都是很开心最重要。我选的歌是幸福的面，是因为我想要把幸福的感觉传递给大家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挂山杯全国手艺歌比赛是全台湾上早举办的手艺歌比赛，中央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今年才恢复举办。计共有12组人报名，分别来自双北市、宜兰、新竹、彰化、台南。因为这个已经第19届了，对。那有听人啊、聋人啊、听障的人士都一起来交流，大家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没有障碍，可以持续下去。台湾目前有大约12万的听力障碍人口。2019年公布实施的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嘛甲手语列入国家语言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手语歌比赛，鼓励民众来学手语，让大众了解听力障碍民众的生活，做伙营造更加友善的手语环境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